有民众分享，去罗马尼亚租车甲骑驶，煞去互当地警察查落来。因讲罗马尼亚无承认台湾，所以台湾的驾照无效。虽然落尾人是平安，不过警察讲要甲民众的驾照送去中国的大使馆。对此，咱外交部发表声明，要求代表处去问这件代志。一群人驶车要去匈牙利，就伫罗马尼亚边境，互警察查来，要求全部人交出证件，佮拍开车厢，要求开行李，佮叫支援警力检求证件。最后警方表示，无承认台湾毋是维纳公约内底国家，驾照非法免伫罗马尼亚驶车。他们跟我们说，罗马尼亚不承认台湾的任何的文件，坐他们的车到那个他们的办公室，就把我们统统带走了。虽然提出外交部公告，台湾驾照用伫罗马尼亚使用是合法的，不过也是被要求去警局。罗马尼亚警方表示，要将违法的驾照送去布加勒斯特交予中国大使馆，最后靠台湾驾照才被放走。以台湾的这个驾照呢，他们不承认的因素呢，把它甚至送到了就是中国大使馆。那这个其实呢，在整个情况来讲，它是一个偶发的一个事件。乒乓协会表示，罗马尼亚是东海重要旅游地，咱袂少旅行团拢去当地行程。评估即摆家己驶车被考驾照应该是过限。外交部声明，重视民众伫罗马尼亚驶车互警方查来甲考驾照的事件，已经伫第时间指示代表处向罗马尼亚政府相关单位表达关切甲了解情形，全力维护咱民众的权利。记者综合报道。